国民党这边来看郭台铭今仔日到嘉义参加退休警察协会活动，因为伊是警察的子弟，所以真关心退休警察的权益。伊讲伊了解警察的委屈，一定会向大家一个公道。韩国瑜接受到电视台的专访，甲问讲是毋是会甲市长辞掉选总统？韩国瑜讲这是无可能的，伊讲伊阁会甲竞选总部设谈的高雄。参加国民党内总统初选的郭台铭落南到嘉义参加退休警察协会举办的抗议活动，今年警察主题伊受到热烈欢迎。伊强调讲，伊真关心退休警察的权益。警察同仁都是应该讲说奋不顾身的为了台湾的治安。可是呢，退休以后就受到这种待遇不公不义的待遇，所以我认为应该支持退休警察这种活动。退休警察真支持郭台铭，伊嘛真接走基站的累积人气。共党另外一个总统初选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针对昨上北参加行政院会，稍后院长苏贞昌开的这段话。韩市长以后讲中华民国就好，不要再讲中华民国地区。韩国瑜感觉真气场。去了以后剪贴我的影片在网络上来传，来修理我跟批判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被修理了，被黑了。但是中央补助高雄的钱，登革热这笔我们申请大概在5000多万，希望尽快核发。另外，外界嘛关心讲，伊敢会是市长来选总统？韩国瑜在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讲，伊未是高雄市长，佮打算将竞选总部设伫高雄。伊讲话甲做法甲其他政治人物无共款。韩国瑜嘛承认讲，国民党内可能有一寡人无介意伊，不过伊未感觉委屈，伊会坚持行家己的路。